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告诉阮，经过一礼拜的时间，只是咱安静心，咱将手机关掉，还是转成静音。只是咱安静心来甲主相结连，求信心现在就运行伫遮，甲阮同在。嘛求主赐予阮兄弟姊妹有一粒柔软的心。较无的心，有备好家己来到圣殿当中，切切来追求伊的面。伫较无中献上全灵、全心的敬拜。阮的天地的爸啊，阮的主，今日是主你所赏赐予阮的安息圣主日，予阮有份来到你的圣殿内面，三个敬拜你。虽然有人因为家庭的需要、社会上的需要、身体病痛，无法度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三主节，我也要恳求你，由愿赐福伫因的心上，甲因的家庭，互因拢平安顺遂。约翰福音约翰一书1章9节安尼讲：咱若是家己的罪，上帝是实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不义。只是咱为着家己的罪，为着咱所徛起的这个土地所犯的罪，咱献上祈祷，咱同心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你是阮的主。是阮的老，阮恳求你，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咧。主啊，主啊，阮需要你，阮需要你。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甘心降服伫你脚前，因为你的疼轻愿归于你。也毋过，阮常常来得罪你，伫个无知中得罪你，求主拄起阮。肉体的软弱，帮助阮自觉脱离卑贱的事，请天父上帝啊！感谢你赏赐，求主耶稣成做阮万血源头，求你用宝血洗净阮，求信心更新阮，恢复阮家己中间破碎的关系。祈祷是奉国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所以咱为着国家。社会、世界局势和平，复兴台湾正教会，正做传扬平安福音、救赎稳定的教会，咱做伙阿通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主啊，我感谢你掌管所有一切，你是和平的君王。台湾做伙来到你的面前。为着阮所徛起的国家、社会、全世界来祈祷，主啊，阮恳求你，阮恳求你，翻转你土地，翻转。主啊，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掌管万物，你是和平的君王。但愿做伙来到你的面头前，为着阮所徛起的国家、社会、全世界，阮献上祈祷。主啊，求你怜悯。叫一个混乱的世代得到你的平安，愿你的公义领导得个个，互执政掌管的人有敬畏你的心，行出正直公义的事。为着台湾，我嘛献上祈祷，求你复兴阮台湾正教会，互教会起来发光作业，传扬你的平安福音，叫互更较侪人来明白你的救赎恩典。主啊，愿你的灵运行伫这个全地，医治受伤的心，安慰困苦的人，互世界呈现你创造的美好和平。阮阿了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接下来，我们为着家己、甲教会兄弟姊妹，咱献上祈祷，为着你的家庭生活。灵命成长、人际关系，
工作、财务、经济，咱献上祈祷；嘛为着教会身体病痛、心灵软弱、忧闷的兄弟姊妹，咱献上阮的祈祷。那不管你是知影伊名还是毋知影伊的名，咱会当为伊提名来祈祷，咱当心额头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当心开嘴，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听阮时常保守阮，但阮嘛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保守阮每一人兄弟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有你，是阮的主。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听阮时常保守阮，但阮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无受攻击。心内有平安，有信心，有喜乐，有愿望。主啊，愿交托阮的家庭生活，人甲人中间的关系，阮的工课，阮的财务、经济，拢交托伫你手里。求你引带赐智慧，互阮一切代志中间拢有经验你的稳定。主啊，嘛求你纪念教会中身体病痛的。心灵软弱、忧闷的兄弟姊妹，求你医治、安慰、扶持因，互因终生得力，得到你的平安。主啊，愿你的疼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做伙徛起得稳，互相扶持，叫你的名得荣耀。接下来，我们为着教会同工，甲逐项事工。咱献上祈祷，为着牧者团队中一同工，牧区的区长、小组长、各团队的首长，全一同工献上祈祷。嘛为着教会的属灵气氛，较无信心，祈祷大灵，喜爱上帝话语，热情的敬拜。嘛为着幸福小组开始这日丰收的感恩节期，也只适合50许年的逐项事工。特别咱为着新选出的长老执事，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当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上帝，感谢你是教会，我们拢。主啊，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设立教会，互阮拢有份伫你奇妙的计划当中。但阮同心合意，为着教会同工、各项事工献上祈祷。主啊，求你恩待牧者团队、中一同工、各服侍团队的首长、小组长、区长，甲全体的同工，阮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求你更新教会的属灵气氛，互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当较无信心，经历祈祷的大能，喜爱你的话语，有热心敬拜你的心，愿信心的火继续点导，互教会充满生命甲愿望。主啊，我们求你恩待阮的牧者团队，中一同工。各项服侍团队甲团队首长，叫阮满有属灵的恩赐，服侍有智慧能力，互阮有爱心，愿信心亲自充满阮，互阮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有快乐，一切拢为着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为着幸福小组来祈祷，感谢你带领阮进入丰收甲感恩的季节。愿每一个邀请，每一个分享，每一个关怀，拢结出生命的果子，叫更较侪人明白你的救恩甲平安。主啊，我们为着影子适合50许年的逐项事工来献上祈祷，求你引带头前的路，互每一项筹备、每一项活动，拢会当合你的心意，真侪见证你信息的大代志。
特别为着新选出的长老执事，愿献上祈祷。主啊，求你亲自拣选坚固各我因，互因有谦卑的心、忠心的灵，有智慧、有听、有力量，做你忠实的奴仆，一生伫行伫你的旨意内面。主啊，愿阮教会成作合一、圣洁、满有爱的教会，叫你的名大大得到荣耀。哈利路亚！愿咱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最后，咱为着今仔日2场礼拜定时，詹牧师的讲道，咱献上祈祷。哈利路亚！求主会当教我詹牧师，互伊所讲的每传讲的每一句话，拢会当认真，带着信心的能力，互詹牧师所传讲的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咱做伙单心来祈祷。最后，感谢你，我的你，阮的天父上帝，阮就今日礼拜定数交托伫你手里，求你亲自掌管，互一切敬拜、诗歌、祈祷、信息融合你的心意，叫阮的心专心敬拜你，听听你的话。主啊，感谢你，我爱你。主啊，阮的天父上帝，阮将今仔日2场礼拜定数交托伫你手里，求你亲自掌管。互一切敬拜、诗歌、祈祷、信息，拢合你的心意，叫阮的心专心敬拜你，听听你的话。阮特别为着詹牧师来祈祷，求主你亲自高满伊，互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拢当认真，带着信心的大能力甲稳固。愿你的话照着伊的嘴出来，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安慰软弱，建立信心，满足需要。主啊，愿今仔日的礼拜，拢有你同在，叫每一个进入你殿院的人，拢得到更新，得到力量，得到平安。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拢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你毋免妄听，也毋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拢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你毋免妄惊，也毋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保护你。虽然有夜深软弱无助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看顾你，人生的大风大雨临到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保护你。主你是我的脚伴，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舞伴，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是啊，主啊，你是我的脚伴，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舞伴，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舞伴，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虽
上帝伊要看顾你，人生的大风大雨临到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保护你。主你是我的作伴，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恩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作伴，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恩望，我的力量。做伙来徛你，咱来做伙敬拜咱的上帝，咱来大声唱，大声来学咯咱的上帝，哈利路亚！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这声个尊重我君王，来大声唱。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这声来尊重大君王，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这声来尊重大君王，只有伊看见，哦咯，伊是主。
伊是主耶稣基督。是啊，伊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信，伊将我，哈利路亚，我的心，我的王，我的心内我可你，你若我你的拢袂行，听候你的地就开啦。主耶和华，我的心，我的王。我的心要我靠你，今仔我靠你的拢免惊，听候你的阵就开啦。主耶和华，我的心，我的王，我的心要我靠你。的拢免惊，听候你的阵就开啦。愿你的荣光搬过诸天，你的荣耀搬过全地，你同我万有你伫你的帮，万国万民都。信息303首。
是听你一心一意，对你免做着一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一心一意。我要保佑你奇妙大观念，归因更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一心一意，对你免做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亲爱的主，阮用阮的心来学了你，因为你是行奇妙事的上帝，你是赢过一切风险、困难、挑战的上帝。你也是引带阮来到伫你的面前，真做是你囝儿女的上帝，互阮通享受伫你的恩典，享受伫你的怜悯，享受伫你的疼痛，互阮这个无完全的人，因为你进入到伫阮的生命得到更新，生命得到改变，生命得到新的愿望。也愿主上帝伫这个新的一个礼拜，伫这个圣的主日，也将这款新的愿望、新的快乐，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透过阮对你举手的敬拜、开嘴的学乐，将一切的荣光也归于你。愿上帝今日也将你的光，就照光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扫除阮心中的忧伤、艰苦、忧闷，互阮因为有主伫阮的心中，搁一届得到喜乐，得到平安。愿主上帝赐福保守伫今仔早起时的礼拜，透过礼拜中无共款的听词，互阮会当来亲近你，会当来认捌着主你的恩典，认捌着主你的奇妙。愿上帝来保守，对礼拜的开始到伫礼拜的结束，拢有主你圣神的引带保护，互阮通享受甲你三千军美好的时刻。这时，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做伙同声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有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咱将时间交书会。做伙来读课英文第14篇，诗篇46篇。我来客，请会众来应。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野涌哗哗吼，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声欢喜。上帝踮伫遐，声一定袂摇动。天光，日邦哗哗吼，日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节筋、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咱同心来祈祷，
慈悲疼阮的天父上帝，掌管历史、满有疼惜的主，今仔日是主日，阮恭敬来到你的圣殿，愿一切恶乐、尊贵、荣光，拢归伫你的圣名。主啊，感恩节要到的时阵，阮想起你伫即一年来对教会、对阮的家庭、对阮每一个人的看顾，阮所有的快乐、平安、健康、工作、事业、朋友、教会的疼，拢是对你来的恩典。求你互阮，毋只是用喙来感恩，反倒当是用生活、用行为来回应你的疼。主耶稣，圣诞节嘛是目一年都要到啊！阮感谢你，为着救赎阮降生伫世间，带来真正的愿望甲平安。求你保守阮教会所备办的感恩聚会、福音地会、幸福小组、圣诞节甲社区互动的活动，互来到教会的人拢经历你的恩典，互每一个节目、每一首诗歌、每一段分享见证，拢会带人来到你的面前，认捌你，得到你的祝福甲恩典。主圣神啊，求你大大运行伫福音聚会中，感动未信主的亲人朋友、厝边隔壁，互因的心软化，会当听入去你真理的声。若是有新朋友伫即段时间决志要信主，求你亲自保护、坚固因的信心，互教会有智慧来陪伴、来栽培，互福音的种子发芽、成长结实。也求你点导每一个人的宣教使命，无论伫家庭、学校、工作、教会中，拢做福音的见证，用疼心、温柔、谦卑的心来传讲你的名，互阮教会诚做合你心意、结福音果子的所在。恳求你祝福今仔日礼拜的读经、诗歌、正道、奉献、代祷，互阮领受你的话，活出你的真理。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三甲来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伫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9节。所以听我遮的话，各实行的人，拢亲像聪明的人，甲厝起伫石盘顶，雨破大水来，风扫冲着厝，厝嘛袂倒，因为起伫石盘顶。听我遮的话，无实行的人，亲像戆人甲厝起伫山顶，雨破大水来，风扫冲着厝，厝就倒，佫倒甲真厉害。耶稣遮的话讲煞，群众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稀奇，因为伊的教示真有权威，甲因的经学教师拢无共款。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伊话语的人。煞接请圣歌队献诗，煞请詹牧师讲道。今仔日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根基的建造。我靠我当家。
先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神的主日，真欢迎搁一届三甲主日，而且来敬拜讹了咱的上帝。在咱开始分享上帝话语之前，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人生中唯一的愿望，你是阮人生中唯一通倚靠的。愿上主，你透过你的话语，互阮看见话语中带互阮生命的愿望，带互阮生命的快乐，也带互阮生命的更新甲鼓励。愿上帝帮咱，也透过你圣神的引带甲感动，搁一届透过你的话语，互阮通了解圣经内面的奥秘。求你帮咱，互阮伫即时也注神伫你的话语，也注神伫你的身上。互阮通搁一届透过你的话语，含主你三千君，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仔要和大家来做伙分享，是伫即个信仰根基的系列的第二个分享。今仔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的是根基的起造。伫即礼拜拜二、拜三的时阵，咱拢知有一个风台来经过伫咱的台湾，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项代志，特别伫10月份阁有风台，顶一届10月份有风台来已经是足久之前的代志啊。这个新闻气象在讲，这个风台若是10月来，通常拢会非常的严重，但是感谢上帝，到伫咱台南、高雄、屏东这个所在，这个风台就散去啊。但是咱以往看到伫东部的所在，花莲也是宜兰，嘛是产生非常严重的灾害。每一届有风台来的时阵，对台湾住伫台湾的人来讲，虽然讲这是逐当一定会拄着的，但是当拄着风台要来，也是拄着落大雨的时阵，嘛会互足侪人感觉非常的惊吓，因为可能风台来、大水来，也是落大雨，可能就会造成一寡灾害，会造成一寡非常互人感觉困扰的代志。咱若有印象，伫过去侪届台湾拄着风台，也是拄着地动的时阵，咱嘛会看见有一寡厝因为这款的情形来倒去。但是足侪原因是因为遮个厝可能起伫迄个河的边啊，也是遮个厝伊原本的条是袂稳的，也是会条非常的少，滴到水来冲，滴到地动一摇。虽然这间厝看起来非常大间，这个厝起了非常的悬，但是当拄着摇动的时阵，这个厝就倒去啊。这个厝就无亲像原本看的较水，无亲像原本看的会当较坚固。其实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咱每一天的决定，每一天的价值观，每一天的习惯，其实嘛亲像咱咧起造咱生命的厝一样。咱每一天咱的决定，每一天的价值观，咱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嘛咧起造咱家己生命的厝。可能咱真做一个生命的起造者，咱可能无一定会意识到讲，咱即马在起厝，咱可能无意识到即马在起造咱的生命。但是，当真正拄着生命的风雨，拄着生命的地动的时，才会真正发现我生命的根基敢有徛了在，我生命的根基敢有稳固。所以今日经文，咱拄仔透过书的咱读，但是咱做伙嘛咧看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嘛会当了解这段经文对我来讲，其实非常会当理解这个经文在描述是啥。因为头前就讲到，伫台湾咱嘛常常有时新闻嘛会看到这款的情景，但是等到伫咱的生命，咱敢有在起造咱家己的生命，咧建立家己生命的价值观的时，咱敢有永远嘛是安尼在思考。今仔咱看的经文伫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节，耶稣伫这个伫山顶的所在，伊含军队伊的人，伊有非常侪无共款，
对因的讲道，对因的无共款的教导，或者军队耶稣的人，因对因的文化，对因世界这个价值观有一个新开阔的想法。希望对当时的人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突破。对当时来讲，这可能是无法度通想象的，甚至无法度通理解耶稣为什么讲这款的话。但是当耶稣伫这个山顶含遮的军队，伊的军将对遮伊所有学生讲了遮话了后，耶稣透过今咱所看的经文，伊做了一个结论。耶稣用这两个军机的比喻，做了伊伫山顶的讲道的结束。两个军机的比喻，也真做是耶稣对遮的军将、对遮的门徒，也是对咱非常重要的提醒。拄仔讲，咱每一个人拢是起造的人，咱每一个人拢咧起造咱的性命，但是咱的性命起造伫什么款的顶面？安尼嘛会决定咱的性命敢有法度会当稳固，敢有法度会当徛牢。咱每一个人拢咧起一栋看袂到的人生的厝，咱每一个人拢咧起一间人生看袂到的厝。咱的价值观、咱的选择、咱的情绪、咱的关系，拢咧不断咧塑造这间看袂到的厝。但是真正决定这个性命的厝敢会当徛会稳的，毋是外表。毋是讲起了偌水，毋是讲起了有哪里啊厉害，是迄个看袂到的根基，敢有稳固？伫迄个看袂到的所在，敢有真正温群、认真、努力伫做这项代志？这段经文，耶稣用3种的对比，在形容2种性命的态度。耶稣讲，你对这群众讲，你会当选择正对是一个台语讲是一个戆的人。国语的圣经讲是一个无知的人，也是现代中文日本语讲是一个愚蠢的人，也是讲会当选择正做是一个聪明的人。耶稣伫这短短这个经文几句的话内面，用无共款的对比，互军队伊的人，互听见伊的人去做一个选择。要选择正做是一个无知的人，要选择是一个愚妄的人。也是要选择正做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所以今仔透过这段的经文，耶稣对门徒、对军队伊的人、对相信伊的人的提醒，嘛，互咱搁一摆来思考，咱每一个人性命根基的起造，根基的起造、性命的起造，毋是对，特别是咱伫信仰中，毋是讲我是一个拄啊信主，我才开始咧起造我的性命。其实对已经信仰足久的，认捌这个耶稣基督足久的，其实咱嘛爱不断重新咧思考，我的根基敢有稳固？我敢有真正起造伫正确，而且是合伫上帝心意真理的根基？所以今仔透过这段经文，咱有3个会当做伙来思考、做伙来分享的。第一个，根基的起造，无知的人伊听见，但是伊却忽略去；但是聪明的人伊听见，伊会遵行。无知的人，伊听见，伊就选择讲啊，无看到。但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伊会选择伊去遵行耶稣的话。拄仔经文，咱做伙看见，耶稣用第一个对比，伊讲，所以有听见着我的话去行的、去实行的。另外一个对比是，所以听见我所讲的遮的话，但是无去实行的。耶稣讲的第一个对比是听，然后去做；另外一个是听，但是无实行。当咱看圣经时阵，咱用讲无实行，就是拒绝，也是讲无去做。但是实际上，这个无实行，伫原本的圣经的文字内面，伊的意思是忽略，也是讲假做无看到。这个拒绝。也是讲无实行，毋是咱想讲啊，耶稣讲安尼我拒绝，我莫接受到这个福音，人甲我介绍福音，所以我拒绝。伊的意思是讲，我听到啊，我嘛知，但是我选择无爱听，我选择无爱看到，我选择忽略这一切会当对我性命有帮助的代志。耶稣咧讲的，毋是讲谁听了较济，耶稣咧讲的，毋是讲谁听了较济，谁听了较少，毋是讲谁认捌较济，谁认捌较少，谁相信耶稣认捌这个信仰较久，谁相信的较少。毋但是对这个教导耶稣的话语的认捌，
搁较重要是对这个教导的顺服。咱有机会去甲耶稣所讲的遮个，伊伫山顶对门徒还是军队者所讲的遮个讲道去看。其实我用咱即摆的眼光，用咱即摆的价值观去看，有侪代志，咱嘛是无法度通想象，咱嘛无法度通理解耶稣为虾米会讲即款的话。耶稣为虾米会安尼款要求伊军队的人爱活出无共款的性命？所以这毋是比讲送听济，毋是比讲送听较少。毋是比讲送看起来属灵的性命较好，送看起来属灵性命看起来较无好，也是参加的聚会较济，参加的聚会较少。这毋若是对这款的任务尔，是对教导敢有顺服。当然，听见上帝的话，听见耶稣的教导，这是开始咱和上帝对话任务的第一步。无上帝话语，咱人生的根基地变做是咱家己的环境，变做是家己的自我，变做是家己的情绪。当然，咱爱先了解、爱听，咱爱先用上帝话放伫咱的心中，来正做是个根基的开始。但是，若只有听，毋是讲我听多，我听少，我认捌多，我认捌少。若是只有听，若是只有认捌。安尼可能嘛会互家己认为讲啊，我已经捌足济啊，我已经了解真济啊。但是实际上可能认为家己的人生足好，那认捌足济，但是实际上可能迄个根基是非常空的。耶稣爱咱选择有一个安全稳固的基础来建构咱的信仰甲生活。这代表咱可能爱做一寡辛苦的工作，虽然看起来足无聊，虽然看起来爱一直做。但是这是上简单，也是上重要的代志。咱可能认为讲啊，我读圣经，我已经足无用啊！我爱读圣经，我爱祈祷，我搁爱开时间爱默想，我爱写笔记，我搁爱将我生命的时间活出耶稣的教导。哇，足辛苦！我已经足无用啊！我已经无时间做遮的代志啊！虽然讲遮代志看起来足无聊的，我逐工爱做共款的代志，读经爱想耶稣安怎教我教导，但是这是上简单，也是上重要的代志。耶稣这样提醒咱属灵的性命，咱属灵性命的根基，毋是建立伫咱的环境，毋是建立伫咱属灵的经验，是建立伫上帝话语的顶面。若是无真理的光照伫咱的心中，若是无真理甲咱引带，行往一个上帝欢喜的道路，也是合伫耶稣的教导。那安尼，咱就会用世界的标准做咱性命起造的标准。若是咱无贴属伫上帝话内面，咱嘛无继续来活出耶稣的教导，那安尼咱可能无法度建造着一个稳固的性命。耶稣在提醒咱，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个愚妄的人，也是一个无知的人，上大的差别是敢愿意活出伊的教导。耶稣提醒咱，一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个愚妄的，也是一个无知的人，上大的差别是敢愿意伫你的生命活出伊的教导。所以耶稣伫路加福音第7章27节。伊嘛安尼讲，伊讲毋是每一个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人，拢会当入天国，只有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会当入去。耶稣讲毋是每一个讲啊主啊主啊主啊，每一个安尼话的人，拢会当入去到伫天国，只有实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会当入去到伫上帝遐。听，当然是一个拄仔讲，这是一个开始咱和上帝对话、认捌上帝的第一步。但是行活出，才是咱的根基拍稳的时刻。每一届行的时阵，每一届实行的时阵，就慢慢啊拍落迄个根基，慢慢啊拍稳迄个拍，就是进入到伫一个拍稳的时刻。所以耶稣透过这个经文，互咱第一个提醒：聪明的人。伊听，但是又遵行；一个无知的人，伊听，但是伊选择无听到；伊听，伊却选择
伊忽略这一切。第二个，耶稣透过这段经文，嘛，互咱通了解无知的人，伊将伊的性命起做伫沙土；聪明的人，伊将伊的性命起做伫磐石顶；无知的人，伊将伊的性命放伫土沙顶面。但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伊了解，伊爱将伊的性命放伫搁较稳固的石盘顶面。伫这段经文，咱看见另外一个对比。耶稣讲，一个聪明的人，伊将伊的厝起伫石盘顶，因为伊的基础立伫石盘。另外一个，耶稣讲，亲像一个愚妄的人，亲像一个无知的人，伊将伊的厝起伫沙顶面，也是起伫土顶面。我毋知大家敢有去过海边去佚佗的经验，特别是囡仔到伫海边去佚佗。上介意的就是将海边的沙啊，甲起做是一个城堡，也是起做是任何的一个模样起厝。但是，迄用沙起起来，虽讲土含水蓝蓝的，会当坚固一下。但是当迄个海涌拍过来的时阵，迄个用沙起的水就无去啊，水就放去啊。所以耶稣嘛安尼讲。当一个人将你的性命看起来是用沙、用水、用一寡物件甲合作起来，看起来非常的坚固，但是实际上，当拄着一寡风涌的时阵，就倒去啊。咱每一个人其实嘛非常努力拍拼，伫起做咱家己性命的工程。虽讲可能咱无发现，伫咱成长的过程，伫咱学习的过程，可能咱无发现讲，这就是咱咧起做咱的性命的工程。但是无共款的材料，无共款的根基，带出无共款的结果。咱可能无意识到讲，咱即摆咧起做咱的性命，因为可能逐工的生活拢一样，可能逐工的时间就是安尼过，逐工的在做的代志拢是共款。咱可能无意识到讲，咱每一个人其实拢咧起做咱家己性命的工程。但是无共款的材料，无共款的根基，就会无共款的结果。亲像耶稣伫这个譬喻内面所讲的，伫耶稣所讲的这个譬喻，这两间厝其实看起来共款，这两间厝其实看起来拢差不多，就是两间厝嘛，要互人住的。但是真正差别的，就是伫迄个表面下面的物件。其实你看这两间厝拢非常的水，耶稣所讲的这两间厝其实拢起好啊。拢起了非常的水，已经完成啊。但是唯一的差别，就是伫迄个表面下面所看袂到的，迄是上无共款、唯一差别的物件。石盘代表是一个稳定，代表是一个非常通瓦靠的。遮个沙啊，遮个土，代表伊是非常容易的改变，伊是非常容易的散去的。虽然看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无共款，一个是非常稳固，一个是非常坚定，但是一个是非常容易变化，一个是非常容易就散去的。若是咱的根基，咱生命的根基，特别伫咱起做信仰的根基内面，咱犹原带着用这个世界，用这个。咱过去成长的文化，得继续起做咱的性命。那安尼，咱的性命可能犹原是属伫迄个会不断的改变，可能随时会散去，甲重新组织的一款性命的状态。因为这个世界不断的变，因为这个世界互咱的价值，这个世界互咱的文化是不断的改变的。若是咱的性命是起做伫遮个顶面，若是咱将世界价值诚做是咱生命的优先。若是用咱个人的理解来取代上帝的启示，若是用咱家己的感觉，用流行的文化，用家己的情绪，用世俗的成功去定义这一切，若是咱生命的根基，可能有一天会散去，有一天可能会变化。信仰甲生命的根基，只有将焦点转去到伫耶稣的身上。若是建立伫世界顶面，安尼非常容易就受到影响。受到改变。
若是咱无将咱的性命的根基、信仰的根基放伫耶稣身上，若是建立伫世界的价值观，世界安怎看我，世界安怎期待我，这个文化我应该安怎做，我应该安怎努力打拼，才会当起好这间厝。我应该安努力打拼，才能符合这个世界所期待的这个模样。那安尼，咱可能真正是拄着一寡困难挑战的时阵，咱的根基就亲像这个沙土一样，可能就改变去啊。决定咱性命的品质，决定咱真正有一个好的信仰的品质，毋是为别人所看会到的。决定一项信仰的品格，一项性命的品质。毋是用外表看会到的，毋是讲赚了偌济钱，毋是讲有偌水偌缘投，毋是讲有开偌好的车，毋是讲有偌好读偌好的这个学历。更较重要是迄个稳密的根基，迄个态度甲身份非常的重要。虽望咱活伫这个世界，虽望这个世界价值观叫咱爱追求迄个上好的、上水的。但是咱要知伫迄个稳慢的根基内面，咱的态度是啥物？咱敢知咱伫这个世界的身份是啥物？咱敢知咱是活出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咱敢知咱的态度是爱有一个天国的文化的眼光在生活？决定性命的态度的关键，毋是处伫外在，毋是处伫这个世界讲你应该安怎做，毋是处伫讲这个世界讲你应该爱诚做是啥物款的人。是伫咱起做迄个稳密的根基，别人看袂到的。但是你真正非常认真打拼，要起做你的信仰，要非常认真起做你的性命。我相信这毋免透过你的外在表现，互人看见哇，这是一个非常有信仰品质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有属灵生活的人。若是咱为咱的内心为咱的性命开始起做，这种的品格，这种款信仰的品质，就会正常来显露出来。若是咱的性命只是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得到别人的娱乐，要符合这个世界的价值，安尼就无法度真正注意到迄个稳慢的迄个根基。咱若是为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为着别人的赞美，为着别人讲你应该安怎？那呢，咱就无法度真正讲看见迄个稳慢的根基，爱安怎去起做？其实伫这个世界，咱知咱伫成长的过程，咱拢有无共受到无共款的期待，咱拢有受到无共款的文化价值。希望咱会当诚做是啥物款的人？希望咱的性命会当起做诚做是啥物款的模样？但是，诚做是一个基督徒，诚做是一个相信耶稣的，诚做是一个相信耶稣福音的人。咱敢有真正将这个福音、将耶稣的教导放伫咱的心中？咱敢有常常对家己咧讲这个福音？咱敢有常常对家己咧讲耶稣是安怎咧看咱的？还是咱犹原用这个世界价值观，将咱的根基放伫这个会改变的，将咱的价值观放伫这个会不断去调整的这个世界。所以伫圣经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3章11节，保罗先生嘛来讲，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无任何人会当立其他的根基。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嘛来讲，伊讲上帝已经用耶稣基督是诚做咱唯一的根基。无任何的人，无任何的代志会当取代这个根基；无任何的代志，无任何的价值观，无任何的文化会当取代伫咱生命中爱起做上重要的迄个基础。继续咱看耶稣也透过这个譬喻讲了最后一个对比。伊讲无知的人，伊的生命是袂稳的，而且是会不断摇动的。但是聪明的人，伊的生命所活出的，是坚定，然后是稳固的。伊讲无知的人，伊活出的生命可能是袂稳，而且是摇动的生命。但是一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伊所活出的，会是一个有坚定，而且是稳固的生命。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最后伊讲。两间厝，一个起伫石盘顶，一个起伫山顶面。
去伫石坡顶的伊讲风吹雨拍最强，但是这厝嘛袂倒去，因为伊的基础伫石坡顶。另外一个伊讲风吹水来，但是这厝就倒去啊，而且毋但是倒去，是倒了非常的严重。伊讲是倒了非常的严重，咱会当讲这个风吹，这个落大雨，也是大水来，会当代表伫咱的生活是咱的信用中所拄着一切压力甲挑战。你想，这个风吹为四面吹过来，这个落大雨为你的顶面落来，大水为你的骹呛过，哇，走袂去。耶稣讲这譬如是代表这个。压力甲挑战可能亲像这款四面甲你围住的，四面互你看无法度通看见我应该安怎做。但是耶稣讲，这个厝嘛代表是咱所起造的性命，这个厝嘛代表是咱所起造咱的性命的品质。性命敢会当徛稳在？性命敢会当伫拄着困难挑战，永远徛在？毋是。决定伫你外在的能力，毋是决定伫你外在有偌济，是在伫你内在的根基。所以，这各种的压力甲挑战，毋是讲敢会来，什么时阵会来，就亲像风台一样。咱可能嘛，虽然有气象局的预报，但是有时阵嘛无确定讲伊真正是即天来，嘛无确定讲伊来时阵到底伊的强度有偌济。所以面对各款的压力甲挑战，毋是讲敢会来。我敢会拄着困难，我敢会拄着艰苦的代志，还是讲什么时阵会来？是啊，咱爱问另外一个问题是：咱来的时阵，拄着的时阵，爱安怎去面对？当咱真正拄着的时阵，咱爱安怎去面对？咱会知生命拄着遮的风雨，拄着遮一切困难，毋是讲上帝要甲咱打击，毋是讲上帝要甲咱要用了遮物件要甲咱处罚。但是，这个代志却互咱会当看出咱生命的根基是安怎起造的。这个代志互咱看出咱生命的根基是安怎来起造的。有时阵咱可能嘛会讲我的信心无够，我的信心伤细无法度。但是真正面对一样代志是，我相信的是啥物？有时阵咱会讲我的信心无够。我的信心就细，我无法度通做遮个代志。但是真正咱面对的问题是，我相信啥物？当咱真正是将根基下伫起造伫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安尼咱相信啥物？咱若真正是相信耶稣基督啦，相信伊是对死搁活的，相信伊会当互无变做是有的。那安尼，咱相信啥物？有时阵，当咱讲我信心无够的时阵，咱搁回到一个问题：因为为啥我信心无够？因为我可能惊我做无好，我可能惊我做这样代志，别人无介意；我可能做这样代志无符合某一人的价值观；我可能做这样代志，可能我感觉我无够完美。但是咱问的问题是：咱到底相信啥物？咱敢有相信咱伫这个信仰中的身份？咱敢有相信这个福音所带予咱生命的态度，还是咱犹原搁继续咱相信咱家己？无所以意思，毋是讲咱袂当拄着困难，就爱随时讲好，这是化妆的祝福。随拄着困难讲好，无问题，我一切一定会当面对。当然，咱虽拄着一寡挑战困难，咱嘛会艰苦，咱会摇曳，这非常正确的一个情绪，这是。真做是一个人会软弱，真做是一个人一定会产生的一个反应，这非常正常。所以毋是讲那安尼，每一人拢爱感觉讲哇，因为我有主通靠吼，所以拄着问题拢无问题，伫着困难来讲好无问题，毋是这个意思。是咱真正伫面对这个问题，咱不断问家己，咱爱不断伫经历上帝的过程，咱嘛伫讲我到底相信啥物？伫几个圣经有两个人会当互咱一个足好的一个提醒，一个是约伯。当约伯伊原本啥物拢有，非常好个，有最一囝儿，但是当一天遮物件拢无的时阵，伊嘛非常的摇曳啊，伊嘛可能伊心中嘛有足侪
会艰苦，但是最后相信一项代志。伊讲过去我只有听过你，但是我真正亲目看到你，我真正经历到哇，你是信实的上帝。先知哈巴谷，伊伫迄个时代，伊看见伊的国家非常的毁坏、毁败。伊甲上帝讲：上帝，我的国家非常的毁败，来救我的国家。但是无想到上帝兴起一个更较大的仇敌来攻击伊。哈巴谷继续向上帝祈祷：上帝啊，哪会安尼？上帝哪会是这款？但是最后哈巴谷伊伫最后第3章17、12讲：随望啥物物件拢无啊，随望遮的果树嘛拢无结果子，遮所有的遮的羊啊拢无啊。但是我犹原因为有上帝，互我感觉性命得到喜乐。这是伊所相信的，这是因伫性命中因所相信的。毋是讲袂当怀疑，毋是讲袂当艰苦，毋是讲一定要假做无问题。是这个过程，咱不断地问：我的根基起做伫地，我到底相信啥物？我到底是相信啥物？所以诗篇第26篇第6节。诗人来讲，独伊是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避难所，我袂摇动。独伊是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避难所，我袂摇动。伫10月份的时阵，牧师和基甸牧区的一寡兄弟姊妹，阮做伙到伫泰北的所在，阮做伙去做一个底选的一个事工。其中，阮有4天的时阵，阮特别到伫一个村庄，伊叫美娥村。这个所在有一间中文的学校，是由这间教会所起造的。中这个是这间教会的团队。这间中文的学校，伊的边仔就是一个道教的中文学校。所以当这间教会的中文学校若倒去，也是因关起来的时阵，遮原本伫教会的囡仔就全部拢会走去这个道教的中文学校。其实对遮的人，对伫遮泰国伫服侍的传道人，也是伫遮服侍的同工，其实因伫遮遇到侪的困难。比如讲去的时阵，拄好含这个传道伫含伊分享。伊讲，其实因拄着足大财务的困难，因原本遮的教中文的老师，因为因无通互因教业的薪水，所以含遮的老师协调讲，我拢先互你一半的薪水。但是遮的老师嘛非常甘愿留落来。但是这个团队嘛继续分享，其实因逐当拢拄着遮的困境，因逐当拢拄着遮的困难，因为要帮助囡仔伤济啊，因为当地有足济可能为世界逃走逃来遮的所在，嘛有足济遮的囡仔是无老爸老母，所以因爱照顾遮的囡仔。因想讲，其实逐当欠的足济，因讲逐当其实因嘛足济足大的困难，但是伊甲我分享一项代志，互我印象非常的深。伊讲虽然看起来逐当拢欠，但是最后逐当拢会拄好，袂搁较济，嘛袂减少。伊讲伊逐当拢咧经历这款的信心，逐工伊拢咧经历啥物是会互伊拄啊好的上帝。伊逐当拢咧经历啥物叫做会供应给他的神。伊会相信的上帝是安尼，伊所相信的是伊知这个上帝当伊不足的时阵，伊会供应互伊，嘛袂互伊伤济，嘛袂互伊伤少，互伊拄啊好。互伊通继续来服侍，互伊通继续来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当然，咱的性命可能无的确讲拄着遮大的困难，咱可能无一定讲爱经历像伫泰国北部遮的囡仔，也是遮所困苦的代志。但是，共款转到伫咱的性命，当咱拄着无共款的挑战困难，伫咱的性命的时，咱会安怎来回应这项代志？咱会安怎来回应？讲我相信的是啥物？啥物是我一生中所徛在的根基？所以咱做伙来起造，咱做伙来建立。一开始讲，无论你听偌济，听偌少，你认捌偌济，你认捌偌少，拢一样，咱做伙来起造，
耶稣讲所有听我这的话去实行的，代表伊毋是对无相信伊的人所讲的。耶稣讲所有听见伊的话去实行的，代表你相信啊，所以你才去实行啊。代表你听见啊，你才有愿意去接受啊。所以代表耶稣毋是对其他人所讲的，毋是对这无相信人讲的，伊是对每一个愿意相信伊的人所讲的话。耶稣毋是对其他人讲，毋是对还未相信的人讲，毋是对还未明白伊的讲，是对咱每一个已经明白伊，而且咱嘛愿意相信伊的人所讲的。尼希米记第2章18节，尼希米讲：咱着开始重建吧，咱着做伙起造吧。愿上帝帮助咱。特别是伫咱教会要建立50周年的时，咱看过去上帝真正是不断的恩典保守，互咱真正是伫这个稳固的根基不断的成长。但是求上帝帮助，互咱在今50周年继续迈进、继续往前的时阵，咱的根基永远徛在，咱的根基永远是徛在伫耶稣基督的顶面，互咱继续起造一个合伫耶稣的教导。合伫耶稣的心意，合伫耶稣的天国的文化的根基顶面，愿上帝赐福咱，也保守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起造咱的性命，也来起造富强教会，诚做是合主心意的一间教会。即是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然后咱为着几样代志，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一个唱，咱来唱圣诗第547首。圣诗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顺好使恁的路途，互我你有力通达。咱做为着几样代志来祈祷。第一项，咱为着咱个人的性命，特别是咱信仰性命、人命来祈祷，求上帝帮助，真正互咱自信伫的心上，互咱性命起造的工程，是因为有主耶稣伫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的工程、生命的这间厝是稳固、是稳定的。第二，咱嘛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当咱教会要行50周年的时阵，求上帝来正做是咱坚固的根基，互咱的教会伫行50周年的时阵，有上帝引带保护，有上帝的带领，互咱的教会真正是行伫合主的心意。第三代志，咱嘛特别为着这礼拜咱看见伫东部拄着风灾，有侪人因为安尼失去因的财产。失去了因的厝，失去了因原本的生活，求上帝怜悯，透过无共款的帮助，互因的生活通得到恢复，互因的心嘛得到安慰。
咱嘛为着教会中需要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咱，求上帝来引带，真做是因人生中拄着困难挑战时随时的帮咱。咱做伙开始为着这几样代志，咱做伙来祈祷。请主上帝，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求你帮咱，互阮搁一届来看重阮生命的根基，互阮的生命毋是建立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毋是建立伫别人的期待，毋是建立伫这个文化中，是建立伫你的真理，建立伫你的教导，建立伫你的疼痛，互阮的生命的起造的工程是稳固的。当阮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时阵，因为有你真做是阮的根基，阮袂摇掣；因为有你真做是阮的根基，阮相信你会带领阮经过一切的风景。主啊，阮特别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特别阮行50周年的时阵，求主你真正是真做是阮坚固的地基，互阮的教会因为有主你的同在，因为主来真做是阮的帮衬，互阮的教会行50周年的时阵。来会当将一切荣耀，将一切来献予主，求主来保守，也求主继续来引带带领阮的教会，也特别将每一个需要的兄弟姊妹带到伫主你的面前，也特别将伫这届风灾受到灾害或者的人民嘛交伫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安慰，甲每一个需要人同在，求主你的平安，也甲每一个需要人同在，因为主。阮知无任何的安慰，无任何的平安，会当超越过对你属天遐来真实的困难。求主你将你的喜乐，将你的愿望也放伫每一个需要人心中，好因为有你伫因的心中，搁一届找求着人生新的方向，甲人生新的困难。主啊，搁一届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三九来奉献。会将请起你您奉献的诗歌。
请坐。这是咱先请志强长老来做财务的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来报告财务进程，咱请咱做伙来看一段影片。
好，多谢。咱伫明年2026年，也是咱富强教会50档的感恩礼拜。伫这50档内，上帝用丰盛的恩典带领咱教会成长兴旺，这是做伙咱要做伙见证上帝信息的大的恩典的顶面。伫这我要向大家报告教育中心的修缮的工程，甲设备的更新的等等的工程，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代祷，也为50喜年的事工来奉献。伫这要仰望借着50喜年，咱教会不但毋管伫信仰的合一的更新，也是透过硬体改善甲升级，互整体的环境更加完善。甲上好的来献予上帝，来经历伊复兴的恩典。小会定伫伫11月23，伫后礼拜主日咱要来迎旨设教50喜年的感恩节奉献。即摆的奉献会正做50喜年庆典的捐款，用伫软体甲硬体甲咱庆典活动的需要，诚心伫遮邀请全体兄弟姊妹用祈祷的心为庆典筹备来代祷，用感恩的心参与奉献。无论恁的金额偌济，也是会要互全教会兄弟拢有份来参与，做伙献上感恩甲荣耀来互上帝。伫遮我要报告经费。报告杂志，咱伫11月初2，咱的50喜年的奉献的总收入有3118513块，目前已经支出2551253块，目前结存有1037260块。咱主要的项目有3大项。咱升级咱的设备，来汰旧换新，拢总有2099000块。咱教育中心地下室甲1、2楼的装修，拢总有5545000块。50喜年的庆典的活动，目前所预算的经费约有300万。所以目前咱所有的项目总计是1,0644000块。邀请兄弟姊妹继续为经费的充足来代祷，愿咱每一笔的奉献，成做荣耀主名的祝福，互50当来是上帝恩典的见证。感谢上帝过去的带领，也仰望伊伫未来继续引带咱，愿主互咱的教会伫喜年中。搁较合一、兴起、信仰更新、教势兴旺，成做这个城市、这个世代的更加严。愿主赐予大家，感谢。咱来读本个月金句，请看周报后壁。好，做伙来读。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续。诗篇136篇第1节，请掀开周报。后礼拜书会是由中和执事，其他的服侍同工请家己来注意。个人奉献的明细伫第7页甲第8页，若是有问题，请找财务组的同工。咱来看第4页，拄仔感谢志强长老因。甲咱解说，迄点足长迄个吼，咱搁家己看，够长诶。好，第2点，下主日11月23第1堂结束了后，10点半伫个教育中心1楼要举行教育中心装修启因感恩礼拜，请第1堂做礼拜兄弟留落来。第2堂的兄弟较早来，咱斗阵来参与。第4点，因邀丰收禁食祈祷已经进行1礼拜啊，未参加的兄弟，今仔日搁来报名嘛是会赴哦，
请赶紧去1楼公布栏遐报名登记。第5点，11月30举办第2场的福音主日名人讲座，杨丽仙董事长会来主持分享见证，伊的主题是稳定人生，请大家邀请 Best 来参加。第6点，12月14号主日要举办圣餐甲洗礼式，要受洗也是更新礼、小儿洗礼的人，请伫11月底以前报名，会使安排来上学道班。第7点，12月7号主日下晡1点半，伫3楼要举办年度事工研讨会，请参加会议的同工家己来注意。第8点到第9点，小等咱请牧师甲会期执事过来补充报告。第11点，今仔日下晡1点到6点，伫台南市立羽球馆要举办羽球联谊赛，欢迎大家来参加斗热闹。第12点，本来定11月30号伫教会注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的服务，因为人数无够，所以取消啊。已经登记的兄弟，请刷到侯思婷小儿科诊所去遐注射。好，是要广告吗？啊，请大家会记咧后礼拜六，毋是即礼拜六吼，11月22号早起9点，教会要召集60位会友同工，咱来做抹布超人。咱摕一个桌布，洗骹的水桶，甲欢喜的心，咱斗阵来为教育中心来摒扫。向兄弟平安。我做一个补充啦吼，嘛提醒，咱伫即个投影片内底即点先讲吼，就是咱教会即区吼，台电吼，有可能有一物重要的修理吼，所以伫咱下晡吼2点开始吼，咱即区咱毋是干那咱教会尔，规区拢要停电，可能伊要做一个大整修，所以呢，咱伫教会兄弟，特别是咱咧做爱心午餐啊，是只服侍同工吼，咱基本上咱1点半以前吼，尽量咱拢会当完成你的服侍工课，通离开吼。当然你若时间较拖，是毋通坐电梯啦吼，毋通拐伫电梯内吼。咱的铁门哦，咱的铁门两边的铁门吼，会记哩咱开车、骑车的兄弟，请你1点半以前吼至少2点以前，你要甲你的奥多麦即个汽车离开即个铁门的外口。尼即马铁门若关起，咱就要等5点以后才会当来开来骑车吼。即点特别甲咱报告，伊较特殊啦吼。咱叫下晡嘛要举行迄个羽毛球比赛，所以咱大家中昼赶紧较早食饱吼。咱1点就要去羽球馆报道。咱兄弟吼。会晓拍的上场，无拍的人伫楼下骹来甲因鼓励拍扑吼。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吼。大家提醒，甲恁说多谢。我来做其他的补充，我来介绍，咱今日有2位新朋友来吼，颜凤柔颜柔一2位伫咱中间来，欢迎你们来参加吼。红人甲柔一吼，欢迎2位吼。因为已经是基督徒啦吼，欢迎恁常常来。另外我嘛要欢迎吼，咱青年吼去美国久转来一致吼，谭一致弟兄甲来个陪妈妈来做礼拜，咱甲拍拍，甲一致鼓励吼。伊伫德州的所在吼，咧工作生活吼已经久吼，这边特别。抽这个时间倒来看爸爸啦吼，嘛陪妈妈，咱愿主保守，互伊出入拢平安吼，上帝引带。咱嘛一项特别鼓励一个欢迎吼，咱的中和兄，陈中和兄吼，伊静养2-3个月，即马佫倒转来身躯继续好势，咱甲中和兄鼓励一下，中和兄鼓励，感谢主。伊福建了真好哦吼。
伊安行路有力哦，感谢主。伊有特别有一位看护陪伴伊啊，叫做维娜，维娜你站起来来吼，维娜好。咱教会真侪兄弟，伊真惯势家己的迄个生活方式所以有时是拢家己一个徛起啦。咱特别为着遮个年纪大但是家己一个徛生活的兄弟祈祷，常常会当用电话也是会关心咱遮个教会长辈，伊真熟悉伫教会聚会伫家己生活的环境咱继续关心，大家特别是单身一个咧徛起的兄弟好，拄则有几项咱已经拢报告好，特别咱的即个志强长老嘛，甲咱报告曙光啦我其他的无报告的，我来搁补充一下。第一，咱看即个投影片咱有2首台语、华语的纪念诗歌咱已经有请人谱曲，就是讲欢迎投稿台语有4个曲，咱华语有4个曲，咱若是要听，咱甲 QR code 咧，甲连线，你会当伫手机内底迄个 YT 来听拄则咱的主办单位特别甲牧师提醒，我讲爱搁甲咱讲一个第一咱这毋是咧迄个邮票的，袂使邮票的。讲我的上好，你甲我投票，毋通安尼。咱是感动者投票袂使讲即个好朋友你要甲我加投一票咱无定伫迄个网络内底讲阮兜咧办什么活动，你甲我乌烟一票好唔好？逐日拢投一张，安尼无意思咱是最后是感动，你听了有感动咱嘛袂使公告讲即个人啥物人写的呢？嘛讲牧师写一条，你拜托甲阮投票，甲袂闹气，安尼嘛袂使，就是单纯就是照规矩啦咱干那听这旋律你有感动，信心讲即条歌真好你就甲投票嘛袂使诱别人外口人甲你投票拜托外口人伊也毋知影啥物代志叫咱朋友亲情50拢来投票。咱目的毋是要得什么奖啦，咱是要讲找出一条大家拢足有共鸣的诗歌，诚做咱50几年的诗歌，安尼好无？其他若无得奖的嘛是会使唱只是讲咱有一个比赛有一个性质这点请大家尽量会当来配合。第一，就是你听了才投票；第二，咱毋免甲人邮票当然你互相咧听大家彼此分享是会使，但是无特别甲对方邮票讲即条我写的，你甲我投安尼安尼就是一个公平嘛是照咱原来办的即个宗旨啦来，搁一下，咱下晡的羽球赛请大家准时你的球具爱炸，球是由咱教会提供咱嘛讲1点集合1点半正式比赛各单位请大家踊跃最后一项就是讲大家联谊快乐，第二保护身体健康毋通伤过即个伤出力平时有啥物运动，咱就照咱的规律过来，咱的即个稳定人生的工作2礼拜后要举行所以请兄弟呢，咱毋是只干咱会友来，是招朋友来听即个杨董事长伊本身是音乐家呢，伊是钢琴弹钢琴的，但是后来煞做生意就对啦，做事业做真大上帝安怎经历，互伊甲伊的先生热心传福音伫咱路德的所在开一间雅各科技公司专门咧供应遮的各种迄个3C 用品的请大家用即张图卡，咱教会拢会寄图卡互你咱邀请朋友兄弟做伙来参加搁来一张来咱的幸福小组即马剩两场有即个连贯的小组咧进行，但是咱即马现在搁进行即个感恩节的福音的地会餐会，即礼拜真侪场，后礼拜拜六嘛足侪场，礼拜日嘛足侪场主要是遮毋是讲招人来有一个足水的地点，是食物，毋是是为着要传福音所以请为着遮的幸福小组是福音地会兄弟为着因来做祈祷搁来一张，这是咱拄则咱的志强长老甲咱报告的咱顶礼拜也有请信从长老来将报告。
啊，事实啊，牧师咧看遮个，咱有咧看讲，哇，这经费袂少呢。事实遮有点仔类似，亲像咱教会，咱伫2014年献堂啦吼，已经11档啊。啊，这11档来，上帝恩典嘛是咧继续啊。啊，咱无大项的开销，咱只照着50批年吼。啊，咱有甲1楼，啊，咱伫对面的大楼吼，迄个教育中心等于一个小小的定个小建堂的意思啦吼。因为咱对建堂了，啊，咱对面开始买了，开始使用，已经有较老少啊吼。拄则影片有咧讲，咱整修的是为着要互下一代因用了，感觉讲真下迄个时代的变化啊，所以咱期待讲通过咱平常时为着50批年有拢继续咧奉献啦吼，啊，咱嘛为着后礼拜啊，咱感恩节，咱大家踊跃有份受感动，参与伫即个奉献内底。啊，所以咱今仔日伫迄个招台道吼，已经有放即个奉献地。你若讲我徛倒去厝准备祈祷，上帝感动咱将咱的奉献准备好。牧师嘛鼓励讲吼，咱毋是讲钱济甲少，哪会当吼？你会当鼓励咱家己厝里的囡仔学习，用伊的名来做奉献。咱的小朋友，无论国小国中，讲咱为着50批年，咱为着感恩节，你嘛有你的感恩啊，爸爸妈妈感恩，你嘛爱感恩所以鼓励因来做50批年的奉献吼。愿主通过即个，互咱得到美好的祝福甲领受，特别的咱准备要甲明年度的庆祝的系列的节目做一个完整的一个 DM， 搁一个图互咱知影讲，咱教会庆祝毋是讲闹热一个活动啦，定是咱要通过上帝互咱的恩典分享互正教会，所以对1月开始到明年1月到8、9月加10月，逐个月差不多有即个活动。咱迄毋是讲要快乐食饭的毋是，是要招咱正教会兄弟做伙来参加研习。咱家己的会友嘛，做伙即着起做吼。其中呢，遮所有的节目所有的遮推动的事工，是要造就咱家己。咱有定要明年吼，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明年8月16，8月16。咱要举行一个全教会即个联合的即个感恩礼拜，50批年感恩礼拜。咱迄天咱也要举办一个安尼全教会兄弟一个感恩的宴会啦吼。所以遮个费用拢爱对教会慢慢累积来开销。愿上帝保守，互咱拢无欠过。事实教会咱足认真欠钱啦吼。事实来开销，毋是无钱，是讲。咱要唤起兄弟姊妹，大家有份做伙来参与大家做伙来参与所以大家伫后礼拜，咱伫感恩节时阵，大家做伙有份伫即个事工。搁最后搁补充一个就是讲，咱伫后礼拜差不多即个时间，第一场礼拜煞咱请第一场的会友咱请慢才离开，咱用行路过来到对面的1楼，迄个1楼的门口遐咱要做一个。即个整修了的感恩的聚会感恩的典礼咱伫遐做一个祈祷开门咱入去内面参观然后做一个诗歌做一个即个勉励来做祝福伫遐咱嘛请同工准备小可迄个地水啦互咱伫遐来参观咱参观2楼、1楼较地下室咱若未看过咱会当去参观咱希望后礼拜拢真顺遂所以因为后礼拜要举行启用的礼拜所以咱即礼拜拜六拄则已经讲讲某部超人需要你啦大家做伙有份来参与安尼最后要讲的是讲咱学道班咱报名了后，甲咱的干事报名讲你要伫倒一个时间来参加即个会参加即个会，搁有是咱即个圣诞的庆祝已经节目拢伫遮咱是咧欢迎讲咱若有兄弟，你有即方面的摆摊啦摆摊的你会当来登记咱看什么性质的会当做安排安尼，也是讲迄个量数会当好势安尼咱伫后礼拜咱有要举行一个异地祈祷的时间，
愿主来带领，互咱逐项的事工拢顺遂，用安尼甲恁做报告，多谢。上行请起立，因391首，临时线请詹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煞。阿门。请坐，咱列岛来避讳。咱第一场礼拜到了结束，咱会当互相请安，愿上帝祝福。主